教练，我开了啦。怎么不打报告啊？报告教练。系上安全带。是啊。加油！我一定会加油的。我让你加油！我一定会努力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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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的。我让你踩油门加油。你想有个家吗？想啊，如果你是我的新娘，那就好了。你想有个小孩吗？想啊，越快越好。太好了，明天就领证结婚。真的吗？再过3个月你就有小孩了。哼！像你这种人啊，肯定过不了。回家吧啊，别练了，回家啊！教练，你这是干嘛呀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有原则的人，我坚决不收红包。我跟你说啊，想贿赂我啊，没门儿，没门儿啊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坚决不收红包，红包拿回去，拿回去红包。哼！帅哥，做我男朋友好吗？愿意不愿意？给个痛快话。愿意，当然愿意！我要女朋友了，我要女朋友了！听到没有？老娘不是没人要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我的宝贝儿，谁也不能给。今天早上有人拿100万要跟我换，我没同意。怎么了？是我让你感动到哭了吗？我真的爱你，别哭了，宝贝儿。你为什么不换？我也想和有钱人过好日子去。亲爱的，你这么优秀，为啥以前没有女友？因为我以前眼光高啊。看来我很优秀。不，我把要求降低了。大师，我的同事买房了，我的同学买车了，就连我的发小也都身价100万了，可我还是身无分文。哎，大师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大师的意思是，让我把钱财看淡一些。我是说你有个蛋用啊！滚蛋！滚蛋！是滚蛋！帅哥，你一个人啊？我不是一个人，还是一头猪啊！你眼瞎呀！把你手机给我吧。我手机花3000块钱买的，给你，我傻呀！我说的是手机号码。我手机号码也是我花1000块钱买的 BOSS 号啊，给你，你想得美了！笨蛋，脑壳不开窍。服务员，这瓶酒都多少钱一瓶？1000。开！你开什么玩笑？一瓶酒1000块钱，谁让你开的？你呀！